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8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国解放军是继续扰乱咱台湾。国防部是公布，共有35架中国军机、7架中国军舰伫台海的附近活动，甚至军机阁飞过海峡中线，离咱台北无到30海里。也若中国伫进前，因为提出顶届台独判死刑的法律，即马咱的陆委会是甲中国、香港、澳门改做干嘛式的旅游警示，嘛提醒咱国人无必要着莫去。即日起调升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灯为橙色灯号。如果政府没有因应状况去提醒国人注意危险讯号的话，是政府失职。陆委会日前宣布去中国、香港、澳门旅游的警示调关做干嘛式，避免非必要的旅行。也阁讲北京文化总编辑副策，甲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嫣，拢是去互中国以分裂国家的名义逮捕。提醒民众去中国、香港、澳门进前，都要谨慎考虑。不过嘛强调讲，并不是反对中国顶一日提出的定地台独22条的意见。不过台湾旅游的警示，之前规划好势的旅行团6月也是会当去中国，旅游业烦恼会阁受到冲击。作为所有要去大陆旅游的人，给他们做一个参考，这个是警示性和保护性的。这个没有所谓的强制性。如果他要发射橙色警戒，要先把禁团令拿掉，哪有下午放人家腿？又是橙色警戒，又是叫旅行社不准出团，然后又是禁团令。两方紧张的关系也未降温，中国军方持续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24点钟内，侦查到35架次中国军机、7架次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其中33架次的中国军机行过海峡中线。为北中南东扰乱台湾，上今日敢若离台北无到30海里，离高南偏敢若43海里。空军照顾咧用广播驱离，不过算他像去中国军机呛到倒来。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也是中国的。毋那空军甲中国军机伫台海来来去去，军事媒日7早起记录到美军E-3B哨兵空中预警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南空域，显示各界关注台海的变化。在国防部长郭立雄的陪同之下，总统大清朝参加三军8校的毕业典礼，甲军校的毕业生鼓励，嘛希望因莫袂记哩初心，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嘛肯定最近的国防改革。我非常支持国防部顾立雄部长最近所推动的新的国防改革。国际上嘛支持台海稳定。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争，菲律宾可能会允准美国军方使用菲律宾的基地保卫台湾。白宫安全顾问科比表示，美国甲日本、韩国、菲律宾朋友的拍拼，拢希望避免区域爆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环太平洋军演的记者会伫珍珠港的斯卡姆联合基地举办，港随即嘛是听闻各国来参加军演的军舰，现场嘛有真侪咱台湾的媒体，因为即届中国无去参加，所以安尼啦未来咱台湾敢有法度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美军第3舰队司令约翰韦德并无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伊敢若讲是因为中国无遵守规定，才无受邀请。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Yeah, we are going to conduct a live fire event. We will conduct a SYNC-X with the ex-USS Tarawa. It is an opportunity. It's a large vessel, as you know. 这届环太平洋军演的记者会是由新上任的美军第3舰队司令韦德主持。针对今年的军演有要甲军舰拍沉，外界认为讲这个安排的目标就是中国。因为韦德是表示，这届是要让盟友有机会来使用这种武器来做实际的攻击。若相信讲一切拢会当真顺利。另外，咱的海巡新德兰嘛有出现伫夏威夷，敢会和美国嘅军舰伫海面上相拄，这部分韦德并无正面回应。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电视辩论，即马当地举办，是伫台湾时间28早起9点开始。现任总统拜登和挑战者川普因两个人会有90分钟的辩论，而且为着要防止对方插嘴，伫无讲话的时，麦克会互关掉。
辩论会的会场铺红毯，工作人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美国总统大选伫11月初5投票，由CNN主办的头一场电视辩论会，会伫台湾时间2月早起9点登场。现任总统民主党的拜登，佮一摆对战共和党的川普。今年嘛是头一届伫6月就举行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因为4当前的辩论会真乱，这届就无开放观众入场，为了防止候选人伫讲话时阵，互对手插嘴，会伫候选人发言的时阵，甲对手的麦克关起来。So the absence of an in-studio audience and the willingness of CNN to suppress the mic of the person who's not speaking shoul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at home watching will be able to at least hear and interpret in their own right the answers being offered by the candidates. 这场辩论会是用上主播主持，由主持的新闻人塔博贝斯来主持。候选人在发言的时阵，袂使用道具、字条啊，桌顶只会放纸甲笔，还有一罐水。两个休困时间嘛，袂当接触无聊。这个辩论的内容有顾两个人的健康甲过去的污料，包括选民这个因的年会甲想法的反应。拜登的囝非法买枪，川普将做历史上头一个互刑事定罪前总统加议题。拢正做外界关心的代志。另外，这场辩论会对于主办单位 CNN 嘛真重要，因为 CNN 最近几档是英文无好，重要时段的收视率是一直落半，毋茫用头一场电视辩论会来提升收视率。国际新闻台是董编译。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国会这款法案生效了后，立法院的民进党团已经交出释宪的申请书，行政院伫昨昏嘛去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行政院是表示，提出释宪毋是要反对国会改革，是希望透过宪法法庭来裁判来维护宪政的体制。因若总统府按算伫今仔日嘛会送件。律师认为说，行政机关要遇到问题才有办法来。我们那这样子，大法官还有办法去尽快的来处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对于问题保守回答，法规会主委甲律师共同出来递证，伫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通过有效了后，两个人代表行政院二次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提出宪法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反对国会改革，而是希望国会改革能够合法合宪，透过宪法法庭之判决之裁判，维护权力分立之宪政体制。行政院提宪法诉讼，点出真侪项理由，考量司法程序有重大明显缺失，相关的规范违反权力分立法律明确性这个原则。虽然行政院转达院长杜英台提示，强调释宪的目的不是反对国会改革，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颠倒批评电影违背初心，各用危险的理由要来暗砍。几年前民进党所提出来的版本一模一样，民进党自己改变了立场，应该说自己违反自己的初衷，违反当时改革的一个决心，而用违宪这样的一个理由去做遮羞布，我想最后的结果社会绝对不能接受。面对在野党这个复议案，互人反决了后，行政院必须立刻接受无释宪这条路。不过行政院回应，复议甲申请释宪互无隶属，这是两套宪政程序。除了政界激烈的攻防，相关释宪的申请是不是互人受理，学界有哪个人有看法？不过这场释宪大战，伫立法院民进党团日前提出了后，行政院刷落申请，总统府嘛一定2月提出。目前敢若监察院已经表态释宪，不过还无申请的明确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驻美国的代表入台瑞防止控讲乌白开公款，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顶半年驻美大使馆和官舍核销的金额是美金35万，也若扣掉备用发电机甲一寡硬体设备，大概是开新台票250万，毋是外界所讲的800万。也若针对换公务车这部分，林佳龙有强调讲，是有申请无毋对，过并无通过。针对这阵风波，林佳龙嘛强调讲，未甲入台瑞停职。驻美代表入台瑞向指控乌白开公家的钱，这个争议要持续在拖。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说明数字，强调要800万是错误的。顶半年驻美代表处甲官舍核销35万美金左右，扣除备用发电机、硬体设施的28万美金，其他核销的项目有7万的美金，包括代表处甲官舍。沙发并不是90多万啊，应该是60多万。上半年整个我们代表处跟官邸所有的采购大概就是250万元的台币。
有风声讲，如大雷要家己的车换做凯迪拉克，林佳龙驳回讲，迄当阵申请的是公务车，并不是个人的车，而且落尾手嘛无许可。毋过在野立委质疑讲，是安怎要摕如大雷用公费买物件的清单？外交部的回函竟认写物件，而且佫表示2025年12月31解密。我们大使的宿舍里面买了什么沙发？买了什么音响？买了什么咖啡机？请问这到底是哪门子外交机密？如果没有用密件，那他直接会把这些项目跟数字都来公布，但是给立法委员的是都有的。好，这些项目跟数字也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是不是于大雷这个代表能够回到台湾来针对这些事情自己做说明，因为我觉得也应该给他一个好的澄清的机会。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决议，要求如大雷用书面的方式向外交部说明公费使用驻外人员感受到不当的对待等等的争议。外交部伫2礼拜内要甲报告送去外交国防委员会。林佳龙强调讲，有甲如大雷联络，已经有初步理清，暂时未停止调查。因为外交是由总统负责，外管的代志拢有甲总统府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呢，同款拢是好天烧热，过道高落西北风，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只是干那东南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13、18雨，其他所在伫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呢，太平洋的高压今仔日有略略减弱，所以过道较高落西北风，落雨范围嘛会较大。中部以北、东北部、东半部，也佫有各地头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温度这方面，气象署伫今仔日是有针对西半部的13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以上。若这款烧热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礼拜日。咱台湾各地头拢是热翕翕，高雄顶塔伫昨昏就出现38度7，是咱台湾本岛上高温。也若花莲嘛发生有民众去爬山，尾也掉山，互直升机送落山，尾也是不幸过往。另外，伫南投仁爱乡的花岗部落是落雷公雨落冰角，上有200公顷的菜园啊，拢受损害。空勤总队出动去瓦拉米步道救援，一个姓杨的山友互救出来时阵，那像掉山无力，心脏跳了真紧等等的症状。不过因为天气歹，到27早起，佫一个吊挂成功，不过已经不幸过往。他身体状况是疑似中暑，有拉肚子、体力不支，还有心跳快的状况。连续几个工作协，过道热对流真旺。南投仁爱乡花岗部落，日来暴落雷公雨甲冰角，那高丽菜、布莲啊等等都被采收的作物，规个密密麻麻，连选啊嘛损断了真严重，初步估计受损的比率有到8成。目前我们损失估计在上亿元以上哦，在150公顷。那因为都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气象署预报，接下来1礼拜各地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早起后翕，过道落大雨，天气的变化有可能真大。而且全台湾上高温出现伫高雄顶塔，测到38.7度，其他的所在嘛拢真暗翕。全台大概除了新竹市以及一些离岛区域没有到达36度以上，基本上都是在黄灯或橙灯。所谓的黄灯是单日会来到36度以上，橙灯的话是连续3天有出现36度，或是单日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台南每一年有186天气温超过30度以上。最近1礼拜已经有20件热伤害救护的案件。因若过去1礼拜天气的情形，屏东山猪门6月2日温度达到37.7度，再来台北市啊嘛伫个2日测到38.5度，云林岛南、屏东中地乡嘛拢超过38度的高温，高雄顶塔伫个2日甚至出现39.8度的高温。气象署提醒，要注意连续高温带来的伤害，注意爱加啉汗，嘛要注意风拍。记者综合报道。天气遮热，伫台南规镇的沙仑农场即搭有真侪农民是正烧肉啊。本正呢是准备要来采收啊，却因为6月初时落大雨，西瓜进水，尾仔呢即马佫出大日头，西瓜拢规个烂去，损失嘛真惨重。规大片西瓜园，照理讲，即阵应该是大粒佮把水，即摆煞出现叶仔连掺热果情形，农民怨叹损失真严重。原来是6月初熊熊落大雨，严重泡水，刷落来个大炎日，致使西瓜被砍折。而且市府农业局参同改场等单位来到规定沙仑农场即搭会勘，每一个产区状况无共款，后续因会甲受损比例做综合评估。这规啊完全拢大袂起来啊！
拢规个筋都拢有受损啊，迄龟仔都搞遐定型啊，拢袂起来。哦，我这差不多损失一半有啦。那如果以这次的类型，我们当然就是以最客观、最直接，就是以最假料追会那个裂果。啊，裂果这种天气，其实一个晚上隔天它就开始有烂烂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客观指标。受到热天影响的，更有大类油梨啊，嘛就是阿布卡多。果子外观生了真水，本来爱7月才大出，今年气温悬，煞提早过半月进入采收期。青龙讲这算是好消息，互因通甲产期又复开。不过温度若伤过悬，加减嘛影响到果实的品质。今年温度较悬，啊，所以花开了较早，啊，差不多为6月就开始采收啊。引进拢差不多爱7月中才开始会使采收，啊，毋过因嘛是因为伊高温高湿就较留着病，像迄炭疽病就会影响阮谷物的品质。中央气象署统计，近来30冬，台湾平均一冬有186天超过30度，极端气候未来恐惊会愈来愈肃常。正是过农民即阵面对灾损，因望政府会当出手斗3工，甲损失降到上低。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环境部伫最近有点名台湾小蓝，还阁有加强15款的求证，讲义务仪器排放率是真悬，而且会产生臭氧，影响空气品质，所以是建议讲摘拢魔镜。也毋过学者是表示讲，这款物质是苯多金的一款，就算会产生臭氧，浓度嘛是真低，并无危险性。所以就批评环境部唔知轻重。环境部是回应讲，最近因会去找专家，也有学者同齐来讨论，看敢要调整清单的内容。来看联合报，伫头有争议的卫福部是药署，即马传出署长吴秀梅月底就要落台啊，要结束17年署长的任期。7月份的时会换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长曾成宏来接任这个位。根据了解，最近的永丰化学生理实验水停产，出现欠配的医疗危机，就是吴秀梅落台原因。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有公布112年下半年季度用电的主体和新厝的统计。6都丹北的新厝以新北市上界多，第2是就是桃园，接落来是台中和高雄。啊，那去年的第4季，全国丹北的新厝是超过10万间。另外，政府有推出新青安买厝贷款，即马说出现讲有人甲这厝买来税人，有的是借人头户去买厝。即马北大公股银行拢长在对查，财政部有公布上新的措施，要来预防这款情形。未来要使用新青安方案，拢爱签设计书，而且设计书内底阁有新增加一条，讲贷款限定敢若一届条款。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厝贷款，所造成转租含人头户这问题。真正财政部是要求8大公股行库来追查。即马传出一寡行库伫调查了后，抓出几百户是疑似人头户，也是转收转租的状况。即马财政部要第2拜5各找公股行库来开会，要求因随来追查，而且回报清查的结果。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都是极少数的，顶多1%、2%，顶多了哈，大概是这样。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新青安去年8月初1上路到今年5月底，加起来是核贷57980户，核贷金额有4281亿外才侪。核贷区域是新北市的19.95%占上侪，过来是高雄市和台中市。进一步来看，厝的买卖总价是1500万以下，占比到78.2%，贷款年数是31年到40年上侪，占比到50%。为了防堵新青安防不当乌白用，财政部是要求各行库强化大前大后的管理机制，新贷户嘛必须要签是家己大的设计书，而且新增加敢若会当贷100的条款，就是伫去年8月初1日后，经过银行核贷申请的贷款的人，对今年的6月27开始，都袂当搁100来新贷。新贷户的真题，请他们要提出自助的切结书，限贷一次哦，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贷款哦是真的给有需要的民众来使用。加强管控的部分哦，我们会透过政府的资料去勾稽有没有符合自助的这样的
情形哦。咱清华讲目前未有摆符合年会限制，但是各滚动来检讨政策，而且强调讲对申请案任何违规的行为绝对是零吞忍，一定会查到底，请新大户莫准是白安那，就试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斯洛伐克的火车去弄着巴士，造成5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地点是发生伫一大边高道。另外，伫美国芝加哥的货运火车是败马，加载是无人伤亡。不过火车顶悬载的拢是危险的物质，所以当地政府当地看讲，这危险的物质敢有外泄。乘客关行李落车的时阵，搁回头看一下，因为车头的部分着火。Celá predná časť vlaku, dokázali sme vystúpiť, potom vlak zastal, dokázali sme vystúpiť, ale horí celá predná časť vlaku. 这班火捷克布拉格开向匈牙利布达佩斯跨国列车，伫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东边差不多110公里的新扎姆基镇，甲一台巴士相撞造成死伤。当局表示，事故地点发生伫一个有栅栏有电开并高度，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美国芝加哥郊区发生货运火车经过马特森村头时阵败马，当局为确保居民安全，下令代志发生地点1.6公里范围居民撤离。So initially, the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as liquid petroleum gas, LPG, propane. Those cars had only residual amounts in them, which is a very small amount. We again had no readings on any of our monitoring equipment of any hazards in the air. 液化石油气无色无味，数字器会真害困，呼吸道敏感，长期接触，神经会受损，流鼻血等。因为载运量真少，加上判断油气已经挥发到空气当中，对居民无危害。了后解除疏散令。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7万0编译。国际数字第27日是有公布一份报告，是讲北非的国家苏丹即马有一半的人口是面对欠粮食的危机，因为这个国家因伫去年4月份开始就伫内战，即马已经有几若万人死亡，阁有几若百万人是有路无厝。若是内战继续战袂煞，因欠粮食的情形会愈加辣。卡车载到伫苏丹的人到邻国南苏丹，毋过更较侪人也阁深陷苏丹内战的战火。一份由联合国甲各国救援组织合作进行的粮食安全评估报告指出，北非国家苏丹正面临严重粮食无安全，互一寡苏丹人只剩树叶啊、甲土用食。يكونوا في اعمار معينه كده انت بتلاحظ النمو بتاعهم يعني هم قبل الحرب انا لما شاف طفلي يعني قبل 6 شهور وتاني بعد سنه وشهرين 3 وبشوف مراحل النمو بتاعته بتختلف لكن مما قامت الحرب ده الطفليه هو طفليه يعني كانه هو مصبوب صبه يعني ما فيه زياده بالعكس فيه نقصان. 自从2013年4月，苏丹政府军加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内战以来，苏丹到即马依然饱受内战艰难。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有路无厝，引起全球上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IPC 是判断粮食危机严重程度所制定的全球标准。团队报告显示，甲去年12月数据比起来，苏丹面临严重粮食无安全人数暴增45%。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25.6 million people face crisis or worse conditions, IPC 3 or above,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24, coinciding with the lean season. And in the same period, some 755,000 people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10 states. 目前差不多850万人，将近2成人口欠粮食，75万5千人面临饥荒危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若内战正式升级，有14个所在可能会发生饥荒，而且会加速全球上严重的饥荒危机。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战争是人为的灾难，那尼泊尔即马是拄着天灾，因为当地是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已经知影有20个人无命。那伫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西北部是有大坝已经强要灭坎的，因为即马溪水窜流，强要甲冲甲放去。但美洲的哥伦比亚是有庄头发生土石流，已经规个淹掉咧，已经知影有7个人失踪。互土石流冲过的庄仔头，四界拢是对山顶冲落来的大石头和枯木，真侪厝拢已经毁损倒去，干那剩破壁石地尔。好运美过土石流的厝，嘛是规涂骹拢落过霉。
当地居民是无用的摒扫。哥伦比亚西北部安第亚基亚省，因为大水后是引起真侪水崩山，其中国伊贝内西亚市灾情是上惨重。En un principio pensamos que era algo temporal o algo que no amerita mucha importancia. Ya cuando nos procedíamos a salir a la vía principal, venir aquí al Santuario San José, entendimos la gravedad de la situación. 好在目前是无传出伤亡，但是同款有7个人是失踪。当地省长是特别去现场来勘灾，嘛承诺会提供一切协助，让居民这礼拜6礼拜会当过了安心。镜头搁转去美国，明尼苏达州南部这条河因为大水河是造成河水是汹涌涌起来，传出一个有100年历史的大坝，即嘛是真危险。如果伫大坝边仔的一间厝，因为地基是互河水冲甲无去，一个就倒去落去河内面，互当地对方看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对事后的空气画面会当看到各凹各路的河水一直冲，河岸边同款有沙土是一直落落来。有关当局讲，目前正积极在监测大坝的状况，若是有必要，就会撤离下游的居民。另外，境内真侪山的尼泊尔最近是同款因为大水河引起土石流，过去2天都有11个人因为安尼无命，各有9个人互四那雷拍到死亡。官方数据显示讲，对6月13日来到雨季以来，尼泊尔全国有33个地区是传出147件相关事故，拢总是造成28个人无命。尼泊尔是因为地形真特殊，加上欠都市规划，真侪厝都起伫山坡顶悬，当年雨季一到，都一直传出灾情。今日加上反圣婴现象的冲击，官方估计6月到9月会有180万人受影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也是美国的东岸，这几日啊是真热，华府已经几啊天拢称高温，高温有37度这么悬。一寡即马放伫户外的林肯的蜡像，已经是热甲规个扬起。出名的林肯总统纪念像踩伫日头骹，真奇怪是这个纪念像无头。美国东海岸这几天啊小风侵袭，发现阵哥伦比亚地区的温度目前降到37度，热甲艺术家伫当地一间小学点出的林肯蜡像，竟然扬起，头壳一直向后打，骹嘛煞分开。Starting late last week, Lincoln's head started to lean back. Over the weekend, he kind of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and on Monday morning, our team removed Lincoln's head for safekeeping. 这个蜡像悬1.8公尺，重量1300公斤。艺术家制作的时阵研究无共的蜡，到尾是采用结定是伫60度的特殊石蜡，无想到37度的高温竟然互蜡都挡袂牢。林肯蜡像扬起的消息一个传开了后，不少人特别到现场欣赏这个无头的蜡像。And I was curious, I mean, who thought putting a wax statue outdoors in the middle of summer was a good idea? I think in some ways, I don't think the heat is a gift for the residents of Washington, but I think for Lincoln this week, the heat has kind of been a gift because it really truly has brought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ject. 测点单位是讲，因为天气状况无法度预测，烦恼蜡像会搁再歹去，团队袂甲头壳装倒转去。美国礼拜开始都面临强要挡袂掉的烧热天气，超过1亿人有受到高温警告。气象单位是讲，这个礼拜美国中西部甲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也是极端烧热的情形，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先热的准备。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有超过60间军工企业是去巴黎参加军方展览。中国有展出因按照北约的规格所做的武器，这是互西方的国家带一条即马拢提高警觉。专家是分析讲，北约的成员国是未去向中国买这物件，也毋过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这个国家就真歹讲啊。来看美国的太空部门是对外表示，这粒洛西亚天用的卫星早暗伫太空轨道爆炸，变作碎片、脆糊糊。国际太空站顶悬的太空人拢爱赶紧找所在去觅，目前也唔知影爆炸的原因。继续关心2021年洛西亚去拍乌克兰，国际奥会一开始的时是建议禁止洛西亚和白罗斯的国家的选手去参加奥运比赛，也不过运动员呢，因会当用中立的身份去参加巴黎奥运，也不过即马有一寡运动员是决定因嘛无要参加，决定要放弃，无要参加热天的奥运。今
镜头，甲等下咱过来关心有一个高级退休的老师，2011年的时，伊还咧做老师的期间，伊有办一场聚会，佮叫小姐来坐台陪啉酒。其他佮有一寡老师嘛有去参加，结果呢是有人酸甲规个烫光光。学校表示，因会去了解是啥物情形，因若教育局是认定这个老师无赞无责，会要求学校一定要处分。查甫人身躯边拢是穿甲真少的陪酒人员，也阁有人烫光光。相片内底一定人欢喜食饭啉酒，毋过因为出席的查甫人有部分是老师，引发争议。这个是败坏我们的教育的风气哈，这个真的是不可耻了哈，就是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个行径哈，然后再来当老师，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一个教育局应该做一个解聘的一个动作了。高雄教师职业工会日前透早开记者会，公布真侪张相片，指控有一间高职的一个姓叶的老师，在2020年办这场餐会，参加的查甫人，佮包含同一间学校的2个老师，煞叫小姐陪酒，甚至酸甲烫衫烫裤。那这主办的老师2年前已经退休，毋过其他2个目前也搁咧假册。他认为这是他的下班时间。好，然后他的行为的举止上，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被学校约束的。可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你为人师表，你自己不应该自律吗？工会甲协会批评3个人行为不当，而且其中一个姓施的老师担任今年高雄教育分红率评审，嘛互工校的老师指控无照实出勤，规工伫警卫室吹冷气、看电视。面对指控，学校透早赶紧出面回应。会依照相关规定召开校事会议，来进一步做研议跟处理，会确实落实去要求教师的这个部分，那也不会特别去包庇。校方表示，之前确实有老师咧反映这个姓施的老师的出勤状况，无正当咧沟通协调。根据了解，3个人任职时间分别是10多年到30多年，打算做处不良的示范。校方强调会介入调查，若有违规会依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也来台北市树立的东山高中附设国中部，伫今年国中1年新生入学的考试已经伫3月11日时放榜。不过呢，伫顶礼拜的时，雄雄有100多个学生收到学校的通知，讲因为教育局无同意学校增班，所以学校无法度收，因就无法度去读。学校私底下阁会予因2万字的补偿，不过家长和学生是无法度接受，有走去市议会申请。3月11放榜，考调东山高中附设国中部，学生真欢喜翕相片，嘛接学校的通知去拿保证金，定做制服，还阁领休热的作业。不过顶礼拜5有142个新生，雄雄通知，因为教育局无同意增班，所以无法度予因去读。学校甲因已经拿的2万字注册费已经退还因，另外阁摕2万字的机票甲因补偿。那天下午跟他通知，可是晚上的时候他还在写暑假作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觉得一个学校不可能这么没有诚信。这次发生的事件，扼杀的是孩子对学校、对社会的信任。到现在还在说分数、疏失，应该是孩子们要承担的吗？家长讲有学生因为考调东山，就无阁去考其他的私立学校，也有学生因为安尼放弃户口在地网页的公立学校，不过即嘛可能无法度转去读，这伤害是真恶弥补。学校解释讲，这是因为向教育局争取增班，想要拍拼到上尾1分钟，答应会设专门的单位给学生补偿。我们很不舍这些孩子，不能留在东山，所以我们也努力了很久，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真的很抱歉对家长这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在4月中到6月初有开协调会，拢有甲学校讲明，袂当超收学生。对这届招生的疏失，牵连100多人，会提报私立学校咨询委员会来讨论，会当处分、减收或停止部分班级或全部班级的招生，包括了承办人、主任、校长都可以依照私校法80条进行罚锾，罚锾金额从30万到150万不等。若受到影响的学生，城北教育局会尽力协助因转去到原地辖区的公立学校来读册。照3月份原地分发的结果入学，不过迄当阵学生若是无登记公立学校，嘛会协助因改分发去其他的公立学校。记者综合报道。
也伫宜兰的叶明国中小有15个老师和学生，因按算伫7月初5要出发，因要使同行旁船对苏澳港出发要踅单台湾一日。过程中，因嘛邀请全台湾36间外海的学校，计共500多人去船顶去体验，而且因阁做伙要去河海洋的本所。规个行程差不多是28天，要活1月日。学生驶4只帆船伫海上练习学航海技术，了解海况。宜兰县叶明国中小15位师生按算7月初5驶同行帆船，对苏澳港出发，先到基隆，再搁到澎湖顶离岛踅台湾一日。伊若想透过驶4只帆船来熟手，共是要28天，1939公里，大概是1047海里。这个行程大约28天，1938公里。国家海洋研究院也派5位科学家做伙去查海洋浮漂、温氢盐基等仪器，和学生检测海洋本色、海水表面塑胶微粒啊、海水酸碱度、甲溶氧量等调查，深入了解海洋污染的情形。然后呢，他们会携带价值250万的科学仪器，然后上我们的帆船，跟着小朋友一起航行。在过程中呢，会教导孩子们去观测洋流、波浪、海水的水质，还有湖浚的特性等等。这2只同行帆船分别是光卡号甲阿密号，除了叶明国中小全台36间临海学校500多位师生伫船队到的时阵，也会登船体验做非常这节海洋课。怕自己途中会呕吐等等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吐的，因为我以前搭船都没有吐过。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及体验，会让我觉得很好奇，也会感觉很紧张。学生对出航是真期待，佮惊吓，真烦恼心存，因为平常时就练习白手等技术，对成功踅台湾一日也是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嘉义的义德国中，因有一个用台语咧拍排球的排球队。这个排球队真厉害，因伫今年4月份的时，伫国中排球1级联赛6场全赢，摕到冠军。这嘛是因排球队上好的成绩，而且是嘉义县的头一届。即嘛一寡国中3年的队员要毕业啊，其他的队员为着要拼2连霸，就算休热嘛袂放零。教练徛伫边啊，详细看每一个队员练习的动作。若准讲有做无好的所在，教练哪讲哪示范，要来调大家基本动作。队员讲，今年球队的校长摕到全国排球1级的冠军，明年就要靠因家己来拼。所来学长因毕业了后，我希望阮会使利用比赛啊，佮有练习的机会来增加咱的默契。杨教练伊做有心的，伊拢会开足侪时间，放假的时间带这个囡仔基本动作也好，去世界去招人拍经验的。中国有6个出手，互对手无法度来防守。其第国中排球队4月参加国中排球1级联赛，摕到金牌。教练就讲，因为比赛经验的累积，才互球员会当好好来发挥。拄好有诶杯赛怎甲组甲一组是做伙比的，就是因为这个关系，阮今年就会甲较侪甲组的学校去磨练。甲组拢会比一组较好，程度会较好。然后阮若去甲组拍了，要落来拍一组的话，就会感觉拢已经拍过甲组的，就袂遮尔啊惊。莫起来，伫遐咧安尼坐。不管是要求动作，或者是说明练习的项目，拢听得到教练用台语来教球员。教练表示，伊伫较庄脚，大人囡仔较惯习讲台语，所以真自然的来使用。嘛认为台语是咱的母语，会当透过运动增加使用台语的机会，对囡仔来讲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去南投县定古迹国姓乡的准美桥，经过天灾地变，为着要永续保存，文化局即马含国家地动中心，也有海洋大学，伊是用科技监测分析技术，要来监控准美桥水文的现况，而且呢，阁要提出整体的维护计划。
溪水一直冲洗包桥墩的铁片已经生鏽，河边倒换有明显侵蚀的现象。南投县国姓乡的竹米桥行经完工到即马84年，是关定3级古迹。经过真侪年的风台地动影响，虽然是全台湾3个竹米桥内底保存上完整的一个，不过敢有法度一直真好，也是互当地民众真烦恼。3级古迹呢，担心当然会担心啦，哎呀，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有印象就有那一座桥了。国姓乡竹米桥伫北港溪顶是日治时期用竹米红藤石灰这传统材料做的半圆石桥。南投县政府伫今年圣期前，甲国家地动中心、台湾海洋大学合作，引进科技监控，那对桥体外形精确扫描，彻底解析桥体材料配比，测量桥墩深度，还有对规个北港溪的流量水位冲刷力做电脑的模拟。国家地震中心呢会执行3种不同先进的技术的量测。那在海洋大学这边呢，我们负责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流量跟水位的这种威胁下，它可能会在糯米桥周边所造成的一个河水的流况。南投县文化局表示，引进科技监测的目的是采用各界的模拟验证计算，评估桥梁的安全甲稳定，再由今年圣期实际流量的数据配合中央河川整理计划，来达到保存古迹的目标。第一点，我们就针对这个河川整治的部分，由中央这边来协助。第二部分就是护潭工跟它的一个基座的部分，由县政府这边来整合各方的意见，做一个执行的动作啦。县政府讲，整体评估报告一定明年3月公开，也希望中央会当经费到支援，让古迹竹米桥永续保存，佫会当带动周边观光经济。记者综合报道。亚伫南投德山有一座日本时代留落来的防空壕，是二战时期的指挥所。为着要让这珍贵的文化资产会当继续保存，当地文史团体有邀请中原大学的研究团队去考察，嘛有定期的维护环境。研究团队无用力记录建筑的现况，这是德山镇自日本时代就留落来防空壕和旧宿舍。中原大学的研究团队接受当地邀请来这调查，虽然有一寡旧宿舍受到损害，不过大部分的建筑也是保留了真完整，甚至会当看到迄当时的一寡文化基地。其实有几栋保存的状况其实是还不错啦，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有人居住的关系，它其实都还有在维护。可是相对的，因为有人居住的关系，他们会因为他们使用上的需求，或者是做一些增改建的情况。有一些像独栋的日式建筑，或者是联栋的日式建筑，可能会因应他们不同时期或者不同阶级的需求，所以它的一个空间的格局或者是空间大小，其实有些微的差别。当初为着要把这寡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落来，地方文史团体就成立南投县守护德山历史文化资产协会，定期招志工来这摒扫维护环境，协助专业的学术团队进行调查。反正我们就是先维持它的干净，但是呢，因为这些房屋都已经有一些已经数十年门都没有开过了，所以它就是门锁可能都是锈化啦，开不了。我们守护竹山历史文化资产协会的角色就是协助现在正在进行就是中原大学的这个团队，协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些空间去做盘点跟调查。目前基础调查已经进入上尾阶段，会照调查结果的资料，建议修复工程应该安怎规划，和评估文化资产的价值。按算今年底进前发表成果，希望未来会当加做在地青年发展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已经是电脑时代啊，要印啥拢真方便。因过伫咱台湾，即马敢若剩台北嘅1000字字行，也有在用古早嘅画板印刷，用胭脂。因为着要保留古早嘅工艺，要甲保存落来。即马少年头家因有发明细只嘅胭脂印刷机，互民众嘛会当去遐摕胭脂，家己排版印美式。规排柜仔顶头拢是胭脂，这个所在是台北的1000字字行。自1969年成立到当，是台湾唯一也有咧做画板印刷需要的胭脂的所在。原来1000的对面有一个少年头家颜峰林开的一间印刷行。伊讲大学的时捌去1000实习过，看到胭脂印刷通保存到当，这种传承传统工艺的使命感，互伊真感动。伊嘛开始在想讲要安怎保存这款传统的印刷。若要去用迄个胭脂，敢若会当叫
专门的印刷厂，就是拢用足旧的印刷机，足大只，迄一般人都无都用，对，所以想讲，我嘛是读建筑甲设计的，想讲会当开发一只较细只的，会当互每个人拢会当去用伊的力安尼。颜凤玲讲，即马电脑印刷的时代，印字活版印刷已经用要失传。那阵印字的功能，敢若剩互人买来做纪念品，伊感觉真可惜。所以伊就发明细只印刷机，民众若去日清自字行经印字买来，就通顺续伫遮印家己想要爱的物件。活保存就是可以用在本来就应该用的地方，但是阮这个机器就是去发挥伊本地的用途。人客来到遮，毋但会当印家己想要爱的卡片，颜凤玲嘛为人客设计无共款的美食摆板，而且连纸也会当家己动手做。伫现场当地做美食的民众嘛表示，真介意这款手工的感觉，是蛮喜欢的。喜欢他们在不同材质上出现纹理的感觉吧。会觉得比较有温度。颜凤玲表示，民众若是有想要做的字，还是多样拢会当专工做。伊嘛要伫思考要用无共款的方式，予愈侪人接触这款古早的印字印刷，予传统工艺继续活伫民众的生活当中。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新竹工会堂是有记录咱台湾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今年因的影片主角是包括用毛笔写砍棒的郭成桥，含伫日本学美术的刘正基，也佫有油画家黄庆雄这3位老师。那这3位前辈嘛，为咱台湾的艺术留落来真重要的记录。专门卖彩虹工具的尖线店，佮有过去的茶米店。这个扛棒顶头的字，拢是郭成桥老师写的。郭成桥讲，其实伊家己原底兴趣是画图，不过因为厝内是咧经营刻印仔店，就安尼自细汉6岁开始，对老爸学写毛笔教单，我要80年。好功夫，目镜真侪店头家专工来找伊提字，目前伫新竹市区同款阁看会到。我本身是爱画图啦，写的是阮老爸。因为这汉文囝袂读字啦，伊的希望是我读字，写字，我就汉文啊，无法度教育的意思啊，安尼啦，直直安尼叫我学识啊啦，即马拢个用电脑啦，电脑较紧啊，方便啊那啥。要什么立体嘛会用啊？新竹工会堂已经连续4档透过影像记录台湾出名的艺术家。今年除了有朱画家郭成桥以外，佫已经接到92岁过去对李德宽老师学画图的黄庆祥画家，以及对日本学画图回来刘正基老师。师范学校当时是工会的，所以家境又不好的学生，大家都去考师范学校。就是遇到李泽藩老师，美术老师，他是有教无类的，不管怎么样的学生，只要到他那边去画图，他都会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告诉你要怎么画、怎么做。除了影像记录，工会堂更加收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出版成册。未来会继续对全台湾找出无同领域的艺术家，为台湾艺术留落来珍贵记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咱台湾这届第8个奥运，台湾射箭代表队拢有摕到参赛资格。男子队是有汤志军带头，佮有林子祥、戴武宪。那女子队是雷千莹，也佫有曲叶晴和李彩琪。咱即嘛为咱的射箭队的台湾选手来加油。都还佫伫欢喜摕到奥运资格的雷清莹、曲怡晴、李彩琪、汤志军、戴武宪、甲林子祥出席国际运动品牌赞助活动，手提反克奖比胜利的姿势。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这一次出发去土耳其的目标也都是一致，就是希望能够把参赛的满额全带回来，然后给大家，然后希望我们也能够一起牵手前往巴黎奥运。雷清莹是第4届参加奥运，队友曲怡晴甲李彩琪是头1届。尤其李彩琪才18岁，行动越级比赛。
站上真正的国际大舞台，会有一些张力、压力，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从挫折中站起来。近期就是保持我们的默契与提升我们的气势。顶一届东奥男团银牌班底唐志军要带头一届去奥运的戴友宪甲林子祥，伊讲戴友宪是共校的学弟，林子祥嘛捌伫国际赛搭配，三个人哪亲像兄弟啊！台湾这三少年上大优势就是少年。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就是冲。配合起来还不错，这样子，然后准备参加奥运，我们是准备好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的，一定会努力站上去那个颁奖台。连续6届奥运，台湾伫射箭项目满员出战，出国前会伫台湾透过模拟赛保持节奏，确定伫巴黎奥运后退役的雷千莹，嘛对学弟妹讲，伫场顶所拄到的对手，不管是不是真厉害，唔免去想结果，只要甲平时准备的好好啊发挥，享受这个过程，就会有真侪收获。记者综合报道。亚疾控制署巴黎奥运伫7月2日要起过，即马比赛场馆、硬体建设拢已经做好啊，嘛开始已经有选手伫现场伫进行练习。不过根据法新社报道，巴黎当地人是因为讲即马交通开始咧管制，有一寡路阁已经封路，开始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嘛互当地人出现一寡不满的声音。现场的观众一直在休。2024年巴黎奥运倒头算，即马真正剩无30天，同一个时间，各竞赛场馆嘛入来到上尾的准备工课，相关单位的人员一个检查，嘛有一寡选手是抓准时间做比赛进前的练习，那适应场地。Things are going more and more concrete. As you can see, our iconic venues are coming to life. We have installed more than 60,000 temporary seats in the city center of Paris. So it's just even more stunning that we had imagine. 巴黎本地就是外国游客上爱来的欧洲城市之一。2024年的奥运，尤其是变做旅游业的金鸡母，真是特别伫奥运期间来巴黎的外国人，拢只期待1个月後的奧運。We cam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Olympics and we would like to see all the manifestation to enjoy the Italian team and give them our best support. 不过，巴黎市民的手法和这听到名声来的观光客，会当讲是完全无同。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为着奥运，真侪本地车道真侪的街仔路拢在做交通管制，有的规条路封起来，都是为着要让一个通道给奥运的 VIP。真侪市民选伫奥运的期间，走去其他的城市，袂和别人伫遐客。更较侪靠这的人讨生活的生理人，嘛敢若会当慢慢的尔。其他国家即马看奥运的焦点，拢伫有可能得到的奖牌的数量，各方拢看好美国队伫总奖牌的数目应该会当连总摕冠军。另外金牌的数量，中国方认为讲是弱伫后壁，可能敢若输美国队1点啊。因为这侪年来摕奖牌数量真侪的罗西亚，因为政治的因素，红牌拄伫奥运的门外。美联社分析讲，本地互罗西亚摕的奖牌即卖去上遐，是目前上大的变数。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31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32度，上悬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29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